做粵語老師咁耐，冇乜粵語題可以考到我。聽講點都得出咗粵語挑戰賽喎。謝老師，今日我嚟挑戰你。咁沙塵，試下先。新手題啊！哇，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嘅國歌。高手題，哇！雲吞麵定係豬腸粉，食乜嘢係要慢慢諗。今餐要食非遺作品，蝦餃叉燒包要2份。咁簡單？仲有隱藏題。謝老師，嘆茶係咩意思呢？喝茶喺粵語叫嘆茶，嘆係表示享受啊，係廣州人特有嘅一種慢生活、鬆弛感嘅生活態度。我是常州人。叉燒包，叉燒包，黐線蜘蛛條蜘蛛絲黐住支樹枝，黐線蜘蛛條蜘蛛絲黐樹蜘蛛絲。送你個獎品啊！湛江人，個個國家有個個國家個國歌。潮州春見鳳爪艇仔粥，蛋撻油條榴蓮酥，臘腸粉果魚頭糕，細滷色晒煨醬糕。张老师，我要挑战你一下，内卷的粤语是做爛事 emo 呢？揦住，栓橋呢？我真係多得你唔少啊！實體不實體怎麼說？真的不知道啊！顯眼包怎麼講呢？馬克西姆，粵語挑戰廣州早茶，等你嚟交功課。